再来看，之前伫桃园查到有进口的巴西卵卡破了后，装做一罐一罐，产地煞标示台湾，袂到市面上，所以地方政府拢会稽查。知影党嘛质疑讲，农业部之前强调讲，保存期限标示有问题的进口卵，无卖到市面上，也毋过这嘛引起质疑哦。行政院拜五之前会准备完整的资料，向立法院来做专案报告。 新北市卫生局人员前往卖场超市查获新鲜鸡卵，要确保市面上所卖的鸡卵流通安全。因为糖园顶日查获巴西卵冲做台湾卵了后，各地方政府申请备案。新北市卫生局表示，若有表示不实也是违反食安法相关规定者，会依法处办。 卫生局呢，今日呢已经发函给农业部，尽速责成庄畜产会尽速提供进口蛋品的公售流向，以利地方的稽查人员能够有效的去查核。进口卵争议无停，那也即期伫8月30就已经发文农业部调阅资料，说无要互因为进口鸡卵的保鲜期4个月到进口厂商遴选检视有道理特定厂商，后来说衍生做重大食安问题，要求陈吉仲向全民回释嘞。 8月30的时候调资料不给，现在几号了你知道吗？蛋表吃完了，莫名其妙。引进进口蛋是一个全民都同意的公共政策，也没有任何错误。在执行面上有任何偏差或是有些疑虑的话呢，我们也希望行政院跟各个部会包括中央畜产公司要能够回应。从库存加工这些蛋接近6000多万颗的蛋到底流向何处，一直没有交代清楚。 是了，立委陈椒华透早伫冲农业部，就是要提相关资料，也质疑农业部所谓的无流入市场的讲法，已经互突破。比对农业部对外公布的资料，有6000万两卵下落不明。不过农业部人员以主管外出为由，只付一张精致的回应新闻稿。何陈椒华批评农业部回避监督，要求陈吉仲10倍爱护民众一个交代。记者综合报道。